国内新增加2例120确定病例，是占北部地区的校园群聚案例。12月中开始有人确诊，卫生单位要靠一寡接触者。今年到今，台湾已经有30例120的确定病例，是自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的。疾管署公布，国内新增加2例120确定病例，这是伫北部一件校园烧话案件。这条个案是12岁查甫囡仔，11月底出现发烧、家嗽、有痰，食食甲活动降低，后续因为症头无改善，佫就医，采检了后，伫12月12确诊。卫生单位鼓励接触者进行健康监测。家庭接触3人无症头，已经用先食药啊。刚校口接触的16人，其中1人有家嗽的症头，经过采检，伫12月17确诊。整起的一个百日咳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，到目前为止，总共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有30个人，会追踪到1月7号。疾管署指出，120是由百日开杆菌引起的疾病，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。目前咱国有提供婴幼儿疫苗，不过疫苗保护力会对时间慢慢减弱，效力衰退了后，感染风险就会可能增加。临床儿科医师指出，感染120初期会有类流感症头，并发肺炎的风险比新冠甲流感较悬，所以若是一直烧未好，都要特别注意。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，验了都找不到原因。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验百日咳。小朋友大概建议就是11岁以后就可以考虑打。那假如说你真的要好预防，就是每10年打1次。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，全球真济国出现120疫情相关更严重的情形。咱国今年累计30例120确定病例，其中29例是本土病例，1例是境外移入，病例数是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有阵家嗽，还是气骨喘，家嗽了后会吐这的症头，都要赶紧就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